上個月咧，咪係2月份2月尾都搞一次講座，就嗰陣時係流感啦。咁今日咧亦都有中醫講咧夏季嘅講座，係啦。咁啊講座之前咧，我哋咧就有一個國安教育嘅講座嘅，咁咧就係啦花少少時間，咁我哋做一啲國安知識嘅教育嘅專講。咁咧就由一個。係啊，咩叫國家安全咧？大家知唔知啊？咁咧，其實國家安全咧好重要嘅，係啦，佢咧關係住一個國家嘅發展啦，中國點樣去復興啦，係穩定國家嘅一個前提嚟嘅。咁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2條咧，佢就包括咗國家嘅政權啦、主權啦同埋統一啦。領土嘅完整啦，令呢個經濟社會可以持續咁發展啦，係咯，咁令到國家唔受呢個外力嘅侵略嘅影響，持續安全嘅狀態。咁咧維護國家安全咧，其實係邊個嘅責任咧？唔係淨係中央政府嘅責任，香港特區行政區政府咧都有呢個憲制責任嘅，所以之前基本法23條咧要本地立法嘅，亦都包括你我全體嘅中國人嘅責任，包括每一個香港嘅居民嘅責任。人人有責，係啦。咁我哋要認識我哋國家嘅國情啦，同埋咩叫一國兩制。大家都知一國兩制就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啦，內地就行社會主義，香港行資本主義啦。點解有呢個一國兩制嘅出現咧？其實要睇翻香港嘅歷史。香港嘅歷史咧就係有一段時間咧就俾英國殖民，即係殖民統治，就即係俾英國殖民管治嘅。咁咧喺中國咧收翻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咧，就喺香港實施呢個成立特別行政區啦，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一個制度。所以香港而家就行資本主義嘅。點解香港會俾英國殖民統治咧？就要睇翻近代中國啦。咁近代中國咧，其實咧就俾西方列強咧係不斷咁入侵嘅。咁大家睇下呢一幅圖，離遠睇到啦。有好多動物喎。呢個動物係咩咧？呢個咧其實動物代表唔同嘅國家。嗰陣時中國咧就係俾唔同嘅動物喺度入侵，即係俾唔同嘅國家，西方嘅國家侵略。北邊嘅咧有隻熊喎，熊係代表咩咧？俄羅斯，俄羅斯又侵略中國嘅東北啦，蒙古啦咁樣。呢度咧右邊咧有個太陽，太陽代表日本。日本咧有條線勾咗下邊喎，下邊係邊度啊？下邊呢度台灣嚟㗎，即係馬關條約。甲午戰爭之後咧，台灣就割讓咗俾日本咁下邊呢有隻青蛙，真係食到嘅。喺下邊喎，啲青蛙代表咩？法國，法國咧就佢已經佔領咗中南半島啦，即係越南柬埔寨一帶啦。伸隻手咧喺中國嘅西南邊，廣西雲南咁樣。中間有隻老虎，有隻狗嗰隻狗咧代表英國，佢又盤踞喺中國嘅長江流域。呢度有隻鷹，隻鷹係邊個啊？而家好出名李國英佢嗰時咧就同西班牙打咗一場仗，就贏咗西班牙。贏咗西班牙之後咧，就將菲律賓咧原本係西班牙嘅殖民地嘅，就變咗係呢個美國嘅殖民地嗰陣時。佢喺度虎視眈眈都望住呢個中國就咁樣。所以近代嘅中國咧係俾列強入侵啦，成為一個半封建，即係清政府啦、清朝啦，半殖民嘅社會。之後咧，當年大家睇歷史就知啦，清朝俾推翻之後咧，
就變咗呢個民國成立啦，就冇咗皇帝啦，鳳凰。咁啊，中國係咪已經可以即係復興咧？中國可以重新發展起嚟咧？就唔係嘅，其實呢個世界咧就仲係好亂嘅，好多國家就不停咁繼續侵略中國。咁啊，特別係中國即係隔離同呢個太陽日本。咁咧佢又係今年就好特別啦，今年係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我知道咧，九龍村仲有2個長者咧參加過即係抗日戰爭，90幾歲，一個92，一個98。大家可能唔知啊。咁咧就頭先去翻頭先個題啦。咁日本咧最初咧就喺1931年918事變就佔領咗中國東北，跟住37年咧77盧溝橋事件開始咧就全面入侵中國啦。咁咧香港咧都唔好過。喺1941年12月25號咧，香港嘅聖誕節叫黑色聖誕節就投降咗俾日本。日本咧就佔領咗香港3年8個月。佔領之前香港有百幾萬人，大家知唔知佔領之後香港剩翻幾多人啊？60幾萬，有啲咧冇嘢得食啊，人食人，大家都聽過啊。咁有啲又翻咗鄉下，一唔夠糧食，所以香港剩翻就百幾萬，剩咗60幾萬。咁咧日本侵華嘅時間咧，其實咧據統計中國軍民死咗3500萬。咁啊，其中最出名嘅南京大屠殺啦，嗰啲人死咗30幾萬。咁啊，大家又明白一個道理啦。咁啊，如果國家係比較弱嘅話，咁就俾外族入侵，沒有國哪有家咧？如果國家弱嘅話，俾人入侵就家破人亡啦，死咁多人啦。所以咧，呢個係深刻嘅歷史教訓嚟嘅。我哋要堅持將國家嘅主權同埋安全咧，就擺喺第一位啊！呢個國家安全好緊要，唔係咧就俾其他外國入侵啦。咁1949年10月1號咧，呢個毛主席毛澤東咁咧就宣布即係新嘅中國成立啦，四天安門啦。咁咧佢就宣布中國人咧從此站起嚟啦，同埋咧就唔承認全部嘅不平等條約。頭先都知啦，清朝嘅時間咧，因為國家比較弱所以同好多西方列強咧簽咗不平等條約㗎，包括香港。其實香港一啲咧就南京條約割讓咗嘅，一部分咧新界地方咧就簽咗租咗新界俾英國99年嘅，咁97年就到期收翻啦。咁中國咧所以就唔承認呢啲條約，咁所以亦都有香港即係要回歸呢個古仔出現。咁係會大家一國兩制都要認識下我哋國家嘅制度。咁我哋國家咧就係社會主義國家啦，咁係共產黨領導啦，就任何人咧都唔可以組織去破壞呢個即係大陸嗰個社會主義嘅呢個制度，同埋推翻呢個即係共產黨嘅管治。呢個係憲法嚟咁寫嘅。呢個係國家安全嘅一個重點嚟嘅。咁呢個好簡單啦，呢個就大家都識啦。國旗、五星紅旗、國徽呢個天安門就電金色，呢個義勇軍進行曲就係國歌。呢3樣嘢咧都係國家嘅標誌同埋象徵嘅，應該要尊重同埋維護。之前有啲人咧喺奏國歌嘅時間咧唔尊重即係有啲體育比賽咁喺度唱啦，或者係擰轉面或者咁樣，喺而家香港嘅法律嚟講咧係犯法嘅。大家知道有國歌咁講翻香港啦，香港嘅歷史，香港一直都係中國嘅領土，幾時開始？有冇人知啊？下次做一啲問答嗰啲獎品。其實邊個將香港嘅中國擺上嚟？有冇人知？秦始皇真係秦朝開始當時秦始皇有個大將叫趙佗，佢就率領咗50萬嘅秦軍
就去嶺南從此就建立咗呢個即係將嶺南呢一帶啦，即係廣東、廣西加到以前嘅越南嗰啲地方，就建立咗呢個郡縣政府。香港屬於南海郡，廣西又有個叫桂林郡，跟住有象郡。就秦始皇就派兵進口呢度從此就納入中國嘅版圖啦。直至漢朝，大家去李謝公就知道啦。李謝公咪有古墓啊？係咩朝代嘅知唔知啊？中國。係啦，係漢朝㗎嗰個古墓。喺嗰個古墓度咧，發一啲瓦片啊，叫番禺大則。大則番禺，就番禺大則。即係嗰時香港屬於南海郡番禺縣管治。大則番禺咧，證明嗰陣時香港已經係中國嘅一個地方。頭先都講過啦，點解香港會淪為英國嘅殖民地？實際唔啱嘅，係英國殖民管治香港，因為中國係唔承認呢個德國嘅所以咧，其實睇翻嚟1840年中英因為鴉片發生戰爭，大家都知啦。之後割讓咗香港半島，跟住第二次鴉片戰爭即係英法聯軍之役就割讓咗九龍半島，到之後就租咗俾呢個新界99年1898年租咗99年俾英國，所以1997年就到期要收翻嚟嘅。咁1972年咧，中國重返聯合國，咁已經要求咧有個決議㗎啦。將香港同澳門喺聯合國嘅殖民地名單剔除。1972年嘅而家，1984年咧就傾呢個回歸問題啦，就一個聲明啦，就話97年中可以完成啦。到97年7月1號咧就回歸祖國啦。所以其實香港一直嘅主權咧係中國嘅，只係英國霸咗呢個地方做呢個殖民嘅管治。好割讓過嘅，就係咁嘅情況，即係唔承認呢啲分權。咁一國兩制啦，頭先講過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啦，即係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啦，係啦，維護國家安全咧係發展一國兩制嘅最高原則，即係冇呢個國家安全咧就發展唔到香港嘅一國兩制㗎啦。咁咧同埋香港嘅特區嘅居民咧應該自覺尊重同埋維護呢個一國嘅兩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社會主義制度同埋資本主義制度，一個喺中國內地，一個喺香港實施，呢個香港市民都要維護嘅。呢個就係講翻呢個根本嘅問題，有根先可以業之茂榮。即係如果個根基打唔好嘅話咧，棵樹就冧㗎啦。即係一個係根本，兩制就上邊啲枝葉，所以大家要明白，即係個本先有呢個生到呢個枝葉出嚟。咁咧國家安全咧，其實都幾多內容嘅，包括一個總體啦，五大要素、5個統籌、20個領域，一陣簡單講一講啦，太複雜。咁咧呢個有個圖㗎，包括好多嘢㗎，一陣簡單介紹下先。咁一個總體咧就係一個國家安全觀，係全面嘅科學理論嚟嘅，要全面理解啦、實踐啦同埋推動呢個國安嘅理念，涵蓋有20個範疇，係啦。咁5大要素咧就包括以人民安全啦為宗旨啦，以政治安全為根本啦，以經濟安全為基礎啦，軍事啦、科技啦、文化啦、地區安全為保障啦，同埋促進呢個國際安全為依託。點樣統籌咧？有統籌內部安全同外部安全啦，統籌國土安全同埋國民安全啦，統籌呢個傳統同埋非傳統嘅安全，統籌自己嘅安全同埋共同大家嘅安全。
統籌呢個統籌維護各做國家嘅安全。20個範疇包括政治啦、軍事啦、國土啦，呢個係傳統嘅國家安全嘅領域。有17個咧就非傳統嘅，一陣簡單介紹啦。咁20個就係環環相扣嘅。咁傳統嘅安全國家嘅包括主權啦、政權啦、政治制度啦。咁最明顯嘅一個例子咧，政治安全咧就藍色革命啦。咁香港喺19年咧都發生過黑色嘅藍色革命啦，大家知，佢推翻特區政府啊。另外咧，政治安全咧就係間諜啦。咩叫間諜咧？即係大家都知19年嗰陣時咧，有好多啲鬼佬過嚟嘅，有好多 CIA 喺度幫手統籌同埋安排呢啲一場嘅抗示威抗議同埋培訓啲人啦去衝擊啦，同埋資助俾錢去做呢啲嘢，即係人力上同埋資源上去支持做呢啲嘢。傳統安全包括一啲軍事嘅安全啦，軍事安全講呢個國家即係俾軍隊比較強大，不受入侵，冇呢個戰爭嘅威脅，喺個國防和軍隊建設係國家安全嘅堅強嘅系統。咁中國係奉行和平主義嘅，唔會侵略其他地方嘅。咁但係國家嘅軍隊咧都要足夠強大。所以大家睇新聞，例如而家有6代機嘅新嘅戰機嘅，美國都未有咁咧就其實就因為只要強大嘅軍隊，人哋先唔敢入侵你。咁非傳統嘅安全咧，大家可能比較清楚咧，就係網絡安全，即係唔俾啲外國嘅黑客入侵，盜取一啲網絡嘅信息、個人嘅資料，破壞一啲網絡嘅系統，即係而家上網好緊要啊！同埋網絡亦都有好多地方係假信息、假新聞，大家都知嘅，大家要分辨。即係香港政策都講過一啲造謠嘅新聞，好似最近又話啲器官要送上大陸啦，其實一個簽訂一個協議，有內地咁多人，內地有啲啱香港用嘅器官，即係輸嚟香港嘅機會，梗係大過香港輸翻落去啦。其實係有着數嘅，但係俾人即係網絡造謠咧，就話香港簽咗呢個同內地嘅協議咧，就將香港人啲器官送上內地啦，咁其實即係唔係咁嘅情況。咁咧香港國安法咧就早些年就喺21年就頒布，喺20年頒布係啦。咁主要咧就因為香港嘅政治嘅情況咧唔係咁穩定啊，包括之前嘅佔中啦、旺角暴亂啦，同19年嗰個黑暴同埋新革命所以咧中國咧就將呢個香港國安法咧就頒布啦，就各種港獨啦、分裂國家啦、暴力恐怖嘅活動咧就要禁制，即係有法嗰啲。咁咧另外咧，香港嘅基本法亦都講明香港要就住保障國家安全咧，就自行辦法嘅。咁咧呢度講咗啦，要禁止任何叛國啦、分裂國家啦、煽動叛亂啦、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啦、竊取國家機密嘅行為。所以23條咧，亦都喺早2年咧，就喺香港咧就完成咗本地嘅立法啦。亦都禁止香港嘅政治組織同外國有聯繫。2020年6月3號咧就頒布呢個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咗呢個香港區國安法啦，係啦。咁國安法頒布咗之後，大家睇到個社會咧就穩定咗、安定咗啦。咁有4項罪行嘅，包括分裂國家啦、顛覆國家政權啦、恐怖活動同埋勾結外國勢力，即係叫外國制裁香港咁樣。佢最高嘅刑罰咧係終身監禁，但係最近嘅新聞出咗嚟咧，都係判十幾年嘅最多。咁另外咧24年咧3月咧，即係舊年咧就23條就完成咗立法啦。
就更加具體同埋因應本地嘅情況就立咗一啲條文，令到國家安全咧更加有保障。咁無論係呢個23條立法咧，係尊重和保障翻人權，因為基本法亦都寫明香港係有一定嘅即係言論自由啊、結社自由啊咁啊，亦都係保障公平嘅審訊啦、不具追溯力咧，同埋一罪兩審咁樣嘅，呢個就係23條立法嘅特點。咁其實全世界咧都有呢啲保障國家安全嘅法例嘅，美國有21部，英國有14部，加拿大有9部。咁所以香港咧而家都2部啫，係啦。咁所以係好正常嘅情況。咁其他國家呢啲國家安全法咧就唔講啦。都係即係呼應翻頭先一開波啦。其實香港係大家嘅家啦，大家都係呢個家嘅住喺度嘅持份者、接者同埋獲益者，應該大家都有呢個責任去保障呢個國家安全嘅，係每個香港市民嘅責任啦。咁有咩責任咧？除咗自己要守法咧，大家要留意下即係有冇人係從事呢啲危害國家安全嘅嘢咧，可以同國安處舉報啦，提供一啲情報啦。國安處嘅舉報嘅有電郵、有短信，亦都有可以微信舉報。完啦。我呢部分講國安嘅就完結啦。我哋交翻佢嘅場俾阿陳醫師，大家熟悉嘅陳醫師。